的枪啊，的枪啊，咿呀咿的哟，四朵瓜子上多龙啊。奇怪，西瓜子是西瓜子，用版西瓜子会上到龙咧，用版母会上到阿爸、阿叔、阿妹、阿公、阿老太、阿其他人呢是上到龙，很奇怪。不管呢，今本日你继续来完成整个瓜子人的练习，一起来今天的乌克丽丽教室。我练今本日过 Q1000呢，你先来本你的手指听痛一下，爬格子。好，大家记得哦，大拇指顶着这个琴颈后面，顶着，以它作为支点哈。好，转回来看，右手用我们的大拇指，用指腹的部分来弹。声音才清亮，太深的话就很不好听，要侧面一点点啊，指腹比较清亮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爬格子练习咯。首先，食指压着第一格第一弦，中指压着第二格也是第一弦，第三格也是第一弦，第四格也是第一弦。好，我们在第一弦上面爬格子。好，右手大拇指平均哦。好，然后接着第二弦、第三弦、第四弦。好，这样的动作反复多做几次。好，让手指运动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我们的练习才不会扭到哦。接着我们就赶快练习我们的新歌吧。好，你今日继续来练习你的挂子音下半团的部分哦。上班你有教挂子音上半团的部分，我们来复习一下这首歌《瓜子人》它用了哪些和弦呢？首先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和弦 C 和弦，我们用无名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三格，第一弦第三格，温柔的一个和弦。好，进阶一点点，换成中指。来按着我们的第四弦的第二格，右手从上往下拨，A 麦和弦，这个 A 麦和弦可以说是哀怨的来源啊，很哀怨的感觉。再来呢，好，龙爪手和弦，这三只手指嘛，练得跟老师一样灵活啊。龙爪手要怎么用呢？把你的中指按着第一弦第二格。食指呢按着第三弦的第二格，无名指按着第二弦的第三格，这就是 G 和弦。G 和弦，有没有黎明的感觉？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《挂子音》这首歌。右手一个和弦按2下，弹2下。一盘瓜子。散啊散是松，树根抱来树中丛，上松如青歌，上松如青歌，四朵瓜子上多龙啊。思想妹呀，上摆你弹到两遍哦，继续复习一下上次哦，3个和弦，你看 G A M C 这个同时要换哦，想到龙啊，思想妹呀 G A M C 想到龙啊，思想妹呀，继续接下去哦 ，C 和弦我们继续按，的枪啊。的枪啊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咿呀咿的哟，对不对？咿呀咿的哟是 A 麦和弦，咿呀咿的换到 G 哟，咿呀咿的哟，有没有？好，后面继续，四朵瓜子上多马上龙啊，好 G 和弦，四朵。瓜子上多龙啊，的哟的哟的时候 ，G 和弦做结尾。我们复习一次哦，刚才这边这一段，
四多瓜子会买，瓜子上多，龙是 G 和弦，龙啊 ，ending 的哟。小小的提示哦，你呢想到狼的时候就 G 和弦，上多龙的时间是 G 和弦，瓜子太苦了，就要弹我们哀怨的 A 麦。瓜子上多龙 G 和弦，瓜子 A 麦龙啊 G 和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把这首歌完整的唱一遍。一盘瓜子，散啊散是松，树根包来树中藏。相送怒情歌，相送怒情歌，四多瓜子上多，龙啊四上妹呀，得枪啊得枪啊，咿呀咿的哟，四多。瓜子上多龙啊的哟。好，俩是的案例，挂子音完整的弹法，各位同学回家好好的练习哦。案例乌克丽丽弹唱教室，下摆张瑞了。